一醃一烤就搞掂。今日教大家做一道青梅醬烤排骨。咁首先我哋嚟介紹下今次用到嘅一啲食材先啦。醃料主要有5種：味淋、蜂蜜、生抽、黑胡椒，仲有青梅醬。咁喺排骨嘅選擇方面，其實大家可以揀一啲新鮮嘅排骨，又或者係急凍嘅排骨。咁如果你好似我咁，今次係選擇一啲急凍嘅排骨，我就建議大家可以先放喺水入邊先浸個30分鐘，就可以去咗一啲冰箱雪過嘅一啲味道。咁如果大家揀新鮮嘅話，就唔使浸都冇問題。30分鐘之後，肉入邊嘅一啲血水都浸晒出嚟㗎啦。我哋將水倒走，用廚房紙吸乾一下表面嘅水分。跟住我哋嚟醃肉。我哋倒入青梅醬、味淋、生抽、蜂蜜、黑胡椒，攪拌均勻，等醬汁都包裹住排骨。醃製30分鐘，隔夜嘅話呢就會更加入味啦。醃好就係咁嘅樣，將醃好嘅排骨放喺空氣炸鍋入邊，170度烤20分鐘。呢個係醃料剩低加熱後嘅醬汁，再撒啲白芝麻就完成啦。酸酸甜甜，超級開胃啊！好啦，我哋下次見。